業主專門從國外飛返嚟處理佢珠海市區南灣區呢套258平方嘅4房3衛雙套房嘅戶型，呢個裝修啱啱裝好嘅咋，相當之靚啦嚇，全送嘅。咁我哋11米嘅陽台睇出去呢，澳門景、山景、海景，哇，真係靚呢個景觀。咁呢層高係有3.1米嘅高度㗎，空調呢全部都整好晒㗎啦，一梯一戶啊，碌卡到戶嘅。17電梯呢有一個獨立嘅空間，呢個空間都係相當闊落㗎啦。子母大門啦、入戶玄關啦，全部都係交標嚟嘅。嗱，咁我哋呢邊有個行李間啊，呢個係一個長輩房套房嚟嘅，可以直接出到陽台啊。咁我哋廚房後邊呢又有嗰個工人房啊，業主將佢改成咗一個酒櫃嘅啊。咁啊睇個人需求啦，如果係需要阿姨嘅呢，可以將嗰個房改翻成阿姨房嘅。餐廳客廳嘅闊度都係7.米幾㗎，相當之到位㗎啦。咁我哋小區自帶商業街啦，300米就係前山河邊啦。咁500米呢又係澳門回歸公園啦。咁我哋1公里華發商都環宇城大型商業主人房、雙人洗手盆、浴缸全部都係交標嘅。將其中一個房做咗入嚟即係主人房入邊係帶書房嘅設計。有興趣街坊後方留言啦。